我真係估你唔到啊！而家總價50萬就可以喺珠海北入手一套華發打造嘅千畝湖景大盤啦。可以見到啦，成個小區園林綠化方面咧做得都係非常之舒服噶，係總價 total 50萬就可以拎低一套3房嘅單位啦。走，我哋一齊去睇睇翻。入到小區，我哋可以見到啦，到處都係一片綠油油嘅綠化。係啊，睇起身咧都係非常之舒服同埋安靜啊！我哋可以想象一下，平時一落樓就喺呢一個公園入邊散步，係多麼嘅舒服同埋愜意啊 ！OK， 咁我哋而家事不宜遲，一齊上去睇睇佢嘅示範單位。上到嚟示範單位，可以睇到啦，一線嘅別墅景觀同埋湖景，哇！呢個 view 真係非常之舒服啊！咁呢套單位咧，總價只需要50零萬就可以拎低噶啦，而且現時仲搞緊活動，贈送埋我哋全屋嘅家私家電同埋裝修俾到你噶，唔使好奇你自己再進行裝修咁麻煩噶啦。咁呢度咧，去到我哋嘅珠海3畝會員店，講緊都係10零分鐘嘅一個時間就可以去到啦，可以解決到平時嘅行街食飯睇戲各方面嘅一個需求。去翻我哋港珠澳大橋關口以及港北關口都係半粒鐘嘅一個時間。咁樓盤咧都自己都配備有香港嘅直通巴士啦，係可以直接送你翻到香港嘅太子、荃灣、東涌，唔使轉乘噶，交通都係非常之方便。咁對呢套單位感興趣嘅朋友，嗱嗱聲 call 我將啲詳細資料 send 俾你睇睇啦。